我现在下达命令，支队立即出发，执行作战任务。依这个陆战命令执行出港。本行艇为仿3个车叶2个舵板，它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及灵敏度，它操纵灵活，为926公里。本行艇主要150公里。机位提供10号座。另外，这3枚为标准地形飞弹的弹箱，每造的那个标准地形防空飞弹。那在6年底跟107年进行测试，测试都合格。所以后续如果我右后方这4枚是中。操作的是我们运用陆战队基本战力的这个徒手进入目标。这里面我们就定可以做到7组，然后腰动武。 400。总统好。大家好。高总统规范，舰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，为了让周边的舰船了解自己舰船的动向，通常会影响。快你6艘，出港后高速挺进就战术有利位置。那这个系统呢，在船上称为战系追踪评估系统。目前装载在通用布雷艇上，备便实施布雷艇前置作业。 好，这个动作结束。准备和目视。是 S 拐东西，它准备从153军舰上起飞，实施战场目标的搜索以及战果评估。 上了头装舰，那我们全舰的官兵都非常怀念总统。今天总统再度莅临，请总统签个名，让我们全舰官兵能够鼓舞士气。看的是基隆舰的照片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总统。来567，好，谢谢总统，谢谢总统，谢谢。好567，好，谢谢总统，好，谢谢总统，谢谢总统。